點解咁多國家揀，但係你會揀台灣呢個地方？要由我中學嘅時候開始講，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好中意小動物嘅人。我而家自己一個喺台灣住，養咗一隻柴犬同埋2隻小麥。我嗰陣時係好想考獸醫，嗰陣時睇住即係邊個地方有得讀呢一樣嘢啦，係台灣同埋澳洲啦。大家都知唔係每一個家庭都可以 afford 到小朋友其他地方讀書啊嘛，而我都唔想我父母負擔咁大，就以呢一個目標去考 DSE 啦。咁但係 DSE 嘅成績又未到可以直接考入去台灣嘅獸醫啦，其實係好難嘅一件事嚟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樣嘢，即係你話台灣係的而且確好多大學，但係你要考得去一個好理想嘅學校，其實都唔簡單。台灣得4間學校係有獸醫，每一間嘅獸醫學校係俾香港嘅人申請係第一個學位，全香港人都可以報嘅。另一個途徑係咩呢？台灣有一間係叫僑生先修部嘅地方，都係競爭好大嘅一個地方，因為佢係唔同國家嘅人都可以喺入邊讀書考試，用入邊嘅成績去考，好似係半年吧。我真係唔夠其他人賺，放棄咗啦。咁我就翻香港。你話香港有冇大學收或者有嘅，但係唔係我想要嘅嘢。我真係好想去台灣嘅地方，嗰陣時都仲未去過台灣。